我拉你，你倒是起来呀！是你没使力吧？我使劲了，是你自己没使劲儿。你不是说你在找萤火虫吗？嗯，那边。那边。你看啊，满天繁星。哦，谢谢你提醒啊，好敷衍哦。说营造萤火虫，到底是要给谁的？不告诉你。随便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另一个世界，你会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啊？我是不是又问奇怪的问题啊？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别评了，我服你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我们没去哪儿啊。对了，小桃呢？里边帐篷里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苗局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腿受伤了就别到处逛悠了。对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喜欢萤火虫吗？什么？你喜欢萤火虫吗？啊？没事。哎呀，继续啊！不喝了，你耍来。我耍什么赖了？你平时一杯倒的人，现在能喝那么多，还不是靠仙术？仙术又怎么了？反正你喝不过你就认输。谁喝不过了？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停啊！我一不在，你们俩就瞎较劲，是不是？不赖我，是他非逼我喝的。臭狐狸，你不告状会死啊！让你再犯贱！你给我闭回去！哎呀，小桃，你别闹了，来过来。哎，你刚刚跟苗大神去哪儿私会了？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哦，你狐狸啊，你还 cos 了个尾巴呀？咦，还会动哎，好萌啊！电动的。
哪买的？网上买的，自己买去啊。哎，还挺软的呀，不会是真皮的吧？啊，你这略带小动物呀，咦，真的好像是挺软。对吧？假的，够了吗 ？OK， 假的。等我过去了，然后他就不见了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看错了？不会的，我真的看见有一个人。我们去找师傅师叔吧。走。师叔呢？对啊，去哪儿了？师叔，我在这儿。师叔，你在这里面干嘛？堵蚊子啊！哎，小桃子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有事儿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在树林里看到一个人，好像要对苗里下手。下手？今天他在外面去找我，然后不小心在树林里面摔倒晕过去了。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就看见了一个人的背影。喂，不会吧？你们怀疑我啊？我可是一直都躲在这里啊。那师叔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你有看清楚那个人的样子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背影，然后就很快的消失了。好，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。你们放心吧，回去休息吧。那你继续躲躲蚊子吧。走吧。那他醒过来，没看见什么人吗？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难道他不奇怪你为什么要找萤火虫啊？当然奇怪啦。那你们聊什么啦？没聊什么，没聊什么。小桃，你觉得我要不要把事情告诉他呀？至少我告诉他了，他会有些防备啊。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慎重点吧。这么贸然的告诉他真相，谁知道他会怎么想？你也别担心，有师傅和师叔他们在，不会出事的。而且，我会跟你一起保护他。但愿是我看错了吧。走，吃肉去。是狐族。你干嘛？你说干嘛？给我变回去！自己不会变？废话，你用的仙术，我用的那道术，怎么变啊？哎呀，说到底呢，还是你修行太差，别找借口了啊！别废话，赶紧给我变！别！臭流氓，你干嘛？啊，糖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！我还以为你妹妹脸没有弱点呢。流氓！你别走啊，快给我变回去！